香港時間5月27號禮拜二11:02係雙子座新月。雙子座嘅守護星係水星，水星代表住溝通、思考、學習。想同其他人順利溝通，培養清晰思維，就可以把握今次嘅雙子座新月嚟許願。雙子座嘅強項係口才，想得到雙子呢份加持嘅話，咁可以喺雙子座新月許願，祈求傾生意順利，傾任何合約事宜亦都成功。另外，雙子座係風象變動星座，如果想培養靈活思考、輕快吸取知識，亦可以喺呢個時段許願。雙子座嘅負面演繹包括善變、粗心大意、欠缺耐性、講是非等。如果想除去呢啲行為，亦可以喺呢個時段許願。健康方面，雙子座係管轄住肺部、呼吸系統、手腕同埋膊頭呢啲身體部位有任何問題，亦都可以許願。今次嘅雙子座新月有2段適合嘅許願時間，分別係以下2段。記住用正面詞語去寫低你10個願望啦。